第3个愿呢是希望什么？是希望我们家能够成立家庭佛堂。可是这3个愿都完成的时候呢，或许又跟老师讲，老师如果还希望能够发3个愿，第一个呢希望能够立足台湾，第二个希望能够怎么样胸怀大陆，第3个能够怎么样放眼天下。可是呢，后来呢我们是放眼天下先哦，那时候候选人呢才刚读完5年班，还没有领讲师哦。那因为我们都去福山听这个经典班，那时候白水圣地还在，他老人家还在，所以老人家都常鼓励我们，你还不出去开荒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国际开荒呢都没有你们一部分哦。都没有你们的一份了，所以呢，你们应该去开荒办道。所以呢，那时候候选人呢，就跟着旁边这一位道亲呢，我们就一起去开荒。那时候是我们完全没有引线，没有引线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没有认识半个人。那我们就坐飞机去了。各位浅浅有没有看到是新加坡啊？它是1991年了，现在是几年？2012，所以我们开荒已经满20年了，已经满20年，那就是我们20年前的照片。各位浅浅。20年前你们知道左边右边哪个是候选人啊？左边是右边，还是中间的？你看到中间，中间可能是先佛在那里哦，或者是右边那一个长得憨憨的那个，有没有？对啊，所以呢，20年后或许还是这个样子哦。对，所以呢，各位浅浅有浅浅跟候选说，台湾人的版内我那个照顾我的，对不对？可是各位浅浅。如果不是因缘如果不是因缘，说不是前世我们就互相约定了，是不是？你看我们到国外就是新加坡的第一个佛堂，或许呢1991年5月8号，或许跟这个道亲呢，我们到新加坡去开荒5月8号过去，6月份当地开法会，老师灵感慈悲了，老师在接教的时候，老师就跟我们鼓励很多。后来呢，他就说我们在那个地方，我们所吃的果，老师都知道。老王母也都知道，但是那是我们的过程，将来我们的人才会非常的多。所以后来呢，我们同年的年底，我们就开了一个公共佛堂，然后接着呢，我们就到印尼去开荒。你看后来他领的点传师的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右边这位？对，这位是或许度的嘞。对，所以呢，或许会就说，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身边的一个同修哦。那因为或许跟他一起呢，就是一起读班。然后就是一起，我们在用这样子成全，然后呢到国外去，他选择留在国外发展，他非常用心办道他是多点传师。后来呢，国外办道呢非常的红展，我们现在国外的公共佛堂跟家庭佛堂加起来已经有30多间了所以呢，我们都是庆祝开荒就是新加坡、印尼、马来西亚开荒20周年，这就是他们当地的佛堂。已经有6个，在印尼已经有6个公共佛堂了新加坡有2个公共佛堂，那马来西亚去年才开始去开荒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到哪里去开荒？到中国，有没有看到是中国？这个是在青岛，或者在青岛开学校，因为或许希望呢，能够借着学术路线呢，到中国去开荒办道。因为以前或许听说老前人最大的心愿呢，就是能够回到那个中国去办学。但是我也觉得说，他这个办学应该不是指办学校，而是怎么样把这个道传回去。所以我学院本身是做教育的我会想说，如果我可以到中国去办这个美语学校，然后呢能够名传诗书、安传道，也很好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在青岛所办的活动。然后再来呢，各位姐姐，这个是我们在广州办的品格营，这个爸爸呢很感动，在哭他觉得他的孩子从他的孩子的口中说出感恩的话，他非常的感动。各位姐姐，我们在这一场当中我们做一个试验各位姐姐，你们现在要不要做一个试验看看？我们请一位浅浅打电话回去，用扩音的打电话给他的爸爸，跟爸爸说3个字就好。你知道3个字吗？对，要不要试试看？没有人敢试对对，自愿要试现在没有串通好，对不对？等一下我们下午分站可以请那个负责讲师试试看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在这一站我们做测试，该用扩音的我们请一个分道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他的爸爸，结果打电话给他爸爸，因为我们就知道说中国人不太习惯把爱说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他当这个电话接通的时候，真的是他爸爸接了，他就说：“爸爸，我是谁？对不对？”爸爸很开心他们都只生一个很厉害话。爸爸说：“哎呀，娃娃，我跟你说你怎么样？你在那个地方好吧？对不对？”这个分到工作人员跟他说：“你废话要少说，你要说重点。”还说：“爸爸，跟你说，我要跟你讲很重要的一句话，爸爸，我爱你。”这个爸爸当作没听到他当作没听到，他继续讲他的话。我告诉你爸爸跟你的
班啊，什么时候回来呀、拿给你看啊。他说爸爸，等一下，我跟你讲很重要的话，爸爸，我爱你，你知道吗？电话那一头是怎么样？还是沉默的？而这个工作人员呢，他有点紧张，说爸爸，你没听我讲话啊？你知道电话那头传的什么吗？你到底是谁呀、一定是诈骗集团的。所以各位姐姐，你家试试看，你打电话回家，你跟你爸爸说：“爸爸，我爱你。”尤其是前导，前导，对不对？前导可能没有讲过“我爱你”，对不对？除了对老婆讲以外，是不是？他从3岁以后就不太跟爸爸妈妈讲“我爱你”了啊。如果前导呢，跟爸爸妈妈说“我爱你”，爸爸会觉得家里那边许天，是不是？像或许跟我的学生讲说，你回去跟你的爸爸妈妈说“我爱你”。或许有学生都怎么讲，知道吗？老师那个没有用的。我的爸爸妈妈会问我说：“你有什么企图？你要多少零用钱讲他？”我的爸爸妈妈，我们的孩子不敢讲“我爱你”，很多时候是我们大人怎么样养成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我们要习惯怎么样把爱怎么样说出来，对不对？像你希望能够孕育终生，你也要把爱怎么样传出去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爸爸很感动。